究竟應該幾時申請 PGWP， 又應該幾時申請 OOWP？ 配偶應該申請 Spouse 嘅 Open Work Permit 定係 OOWP？ 係咪可以同時申請 PGWP 同埋 OOWP 呢？首先同大家睇一睇兩種唔同配偶工簽嘅分別。第一種係 PGWP 幫配偶申請 Spouse 嘅 Open Work Permit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主申請人呢，佢本身係有 Tier 0或者1嘅工作，咁先可以為配偶申請工作簽證嘅。咁又或者個主申請人佢而家嘅工作係一啲 Tier 2、3裏邊嘅特定類別嘅工作。至於如果主申請人佢份工係屬於 Tier 4或者5呢，咁其實呢就唔屬於 Hong Kong Pathway 呢個類別。咁而 Spouse 嘅 Open Work Permit 呢，其實亦都係可以最長可以攞到3年。咁當然啦，視乎翻主申請人佢自己本身讀嗰個課程長短而定嘅。咁第二種啦，就係 Spouse 嘅 Optional Open Work Permit， 即係俾我哋香港人夠申請嘅配偶工簽。咁呢種嘅配偶工簽呢，主申請人呢同配偶係可以一齊申請 OOWP 嘅。而一般嘅年期都係會批3年，最大嘅分別其實 OOWP 咧係唔需要你事先有工作先可以申請嘅。PGWP 同 OOWP 邊個適合自己多啲呢？如果你啱啱完成咗一個 PGWP 合資格課程，想即時返工，而你嘅配偶可以等到你揾到合資格嘅工作先再申請工簽嘅話，咁你就可以申請 PGWP 同埋 PGWP 嘅 Spouse Open Work Permit 啦。咁邊類申請人會申請 OOWP 呢？如果你本身係 Stream A 而又遞交咗 PR 申請，因為你嘅配偶本身已經有配偶工簽，申請咗 OOWP 嘅期間啦，就可以繼續返工。而 Stream A 嘅主申請人啦，等到 OOWP 批出之後啦，亦都可以返工。另外一個常見嘅問題咧，就係話大家當我入咗紙申請 PGWP 之後，我等候審批期間，咁我可唔可以再入紙申請 OOWP 呢？咁其實係可以嘅。咁大前提就係話，無論你申請 PGWP 定係 OOWP 都好啦。咁當其時嗰一刻咧，你自己本身係需要一個有效簽證喺加拿大，咁先可以提出申請嘅。我呢度有一個圖，就嘗試同大家解釋一下點樣兩個簽證一齊去申請。喺個圖裏邊 ，P 係代表入紙申請 PGWP， 而 O 就係代表我入紙 OOWP 嘅申請。咁當兩樣我都入咗紙申請啦，咁等候期間有幾個唔同嘅情況都可能會發生嘅。第一就係話我個 PGWP 已經批出啦。咁喺情況之下，咁當然啦，你嘅逗留條件就會跟隨新嗰個簽證。第二個可能性就係話 IRCC 移民局話翻俾你聽，你個 PGWP 咧冇批到，但亦都冇被拒簽，只不過咧 incomplete 佢冇完成到你呢個申請。咁當中有好多唔同理由嘅。例如可能中間漏咗文件啊，或者填錯表格都會。嗱，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呢，咁你原有嘅而家揸住嗰個有效簽證呢，你就跟翻佢嗰啲逗留條件，就繼續直至到手頭上嗰個簽證到期為止。咁第三個可能性啦，就係話個 PGWP 呢就被拒簽。嗱，如果收到拒簽嘅情況之下呢，亦都分開兩個情況去講。第一就係話你而家手頭上你自己原有嗰個簽證咧，其實仍然有效嘅，未到期嘅。咁樣咧，你就可以繼續留喺加拿大，跟翻你手頭上而家嗰個簽證嘅條件去繼續逗留，直至到期為止。第二就係話，如果我手頭上嗰個簽證已經到期啦，咁又有咩情況發生呢？咁由於你仲有一個 OOWP 咧，其實喺手等緊審批嘅。咁嘅情況之下，你原有舊嗰個簽證雖然到期，但係你嘅 status 就會即刻咧自己自動咧轉咗做一個 maintained status。咁留意翻呢個 maintained status 咧，只係容許你喺加拿大繼續逗留，
但係就唔能夠讀書，亦都唔能夠工作。咁直至到你嘅 OOWP 再審批有結果為止。多謝大家對我哋頻道嘅支持。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哋嘅內容嘅呢，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啊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